中醫會點樣醫濕疹呢？喺冬天呢個時候，我哋臟腑嘅運作同濕疹有咩關係？唔同體質嘅人又要注意啲乜嘢？想知就唔好行開，有註冊中醫師話你知。歡迎翻嚟都市閒情嘅呢一節咧，我哋就請嚟註冊中醫師楊明霞，同我哋咧用中醫嘅角度咧講下濕疹呢個問題嘅。歡迎你啊，楊中醫師。你好，彩係啦。咁其實冬天咧，我哋身體個運作咧，即係對我哋個皮膚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咧？會啊！一季裡面呢，我哋有講啦，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春天同埋夏天呢係升發陽氣嘅，秋天同埋冬天呢係斂藏陽氣。呢段時間呢，我哋新陳代謝會減慢啦，所以皮膚呢嗰個血液循環啦，同埋皮脂腺分泌呢亦都會減慢一啲嘅。咁呢段時間呢，皮膚因為乾燥、痕癢啊、甩皮等等呢都會發生嘅，亦都會誘發一啲濕疹啊、玫瑰痤瘡啊或者皮膚敏感呢啲情況嘅。咁其實咧有冇話即係同我哋邊幾個臟腑失調咧，就會引發我哋一啲皮膚病或者濕疹啊咁樣嘅？會啊，皮膚外邊嘅情況呢，其實係入邊嘅反應，即係我哋所講嘅有諸內而形於外嘅。咁所以呢，其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呢，通常係同脾胃啊、心啊同埋肺呢三個臟腑有關嘅。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呢，脾胃係負責輸送營養同埋水液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啦，包括皮膚。如果皮膚功能弱嘅時候呢，好多時候都會令到呢個皮膚容易乾啊、容易痕啊，或者容易起紅疹等等嘅。你可以見到呢個皮膚呢，其實係一個BB 仔嘅濕疹，係一種乾燥性嘅濕疹嚟嘅。你可以見到咧，佢會有甩皮啊、發紅等等啲現象。發紅咧，通常亦都係同肺有關。肺主皮毛咧，如果有肺燥啊或者肺熱等等呢啲問題咧，通常嚟講咧都會會有劇烈性嘅痕癢㗎。咁另外咧，呢一種嗰個皮膚問題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心火，所以咧濕疹嚴重嗰啲人咧，通常會影響瞓覺。瞓覺差嘅話，亦都會影響濕疹嘅。心主血脈啦，如果佢個血液循環差嘅話咧，都會令到個皮膚咧嗰個營養啊，或者係皮膚嘅新陳代謝減弱，濕疹亦都會加重嘅。係。如果擔心呢段期間咧，即係會誘發呢一個濕疹咧，其實喺飲食上有啲咩要注意咧？飲食上面咧，如果冬天通常中意打邊爐啦，咁打邊爐咧，好多時候啲人以為咧唔會熱氣，咁但係咧你打緊嘅時候咧，你一淥完即刻擺落口度咧，其實係好熱氣嘅，係好燥熱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盡量咧就唔好打邊爐啦。咁如果打邊爐先放涼少少啲嘢食先至好擺入口。咁另外咧冬天咧通常中意食 buffet 啦。咁我哋有講咧飢飽過度嘅話咧，都會令到咧嗰個濕疹會加重或者皮膚病加重嘅。咁所以食嘢咧7分飽就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甜嘅嘢啦、凍嘅嘢啦、有殼嘅海鮮啦、牛羊肉、菇類呢啲嘢咧，都係容易令到皮膚細胞咧處於一個慢性發炎嘅狀況，容易誘發個皮膚問題嘅，所以呢方面嘅嘢食咧，盡量要少掂一啲啦。咁其實就係中醫嘅方面咧，其實你點樣醫治濕疹呢個病㗎？其實中醫嘅方面咧，都係根據望聞問切啦、辨證論治，根據翻嗰個患者嘅情況同埋皮膚嘅狀況咧嚟到用藥嘅。咁另一方面咧，好多時候啲人咧，如果痕嘅話咧，都會選擇止痕膏啊或者類固醇。咁但係搽得多嘅話咧，都會有個依賴性，咁同埋令到皮膚越來越變薄嘅。咁喺中醫角度咧，我哋係會有一啲皮膚嘅外洗啦。咁即係止痕嘅作用咧，其實都好出色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嚴重濕疹嗰啲人咧，即係我哋見過咧嚟嘅時候咧，你行路都有問題嘅。咁嗰啲嚴重嘅話，我哋通常咧會根據翻佢情況啦針灸，因為針灸咧其實可以令到咧嗰個皮膚嗰個即係白血球同埋巨細胞咧去翻個炎症嘅地方修復翻炎症，令到個濕疹發炎咧可以修復翻、減輕翻，可以止痕嘅。係啦。但係濕疹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咧 BB 又會有機會有啦，小朋友又有啦，老人家就算成年人都會有㗎。咁其實咧喺即係唔同階段嘅濕疹咧，喺即係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啲咩要特別留意㗎？有。其實喺日常生活嚟講咧，最緊要記住一樣嘢，唔好曬太陽，因為曬太陽嘅話咧，會容易令到皮膚咧更加容易發炎同埋發熱，會有熱毒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呢段時間咧，因為天氣突然之間氣温驟降啦，咁要留意天氣報告，因為如果一凍親嘅話咧，逢親感冒嘅話，我見到好多皮膚嘅病人咧，通常都係會加重嘅，無論係濕疹好、玫瑰痤瘡啊、皮膚敏感，咁盡量咧要留意温度啦，有時要戴一戴頸巾或者係着啲樽領衫。咁另
另一方面咧就係皮膚咧，如果一乾啊乾燥性嘅濕疹咧，最忌咧就係成日猛咁沖涼，因為佢覺得沖咧覺得好涼啊，舒服啲啊嘛，係咯。咁但係咧佢越沖咧越令到角質層嘅水分咧會減少嘅，會令到佢越來越乾。係啊，咁所以咧沖涼咧最好1-2分鐘內，咁沖完涼之後咧最好搽翻適量嘅潤膚膏，就仲有佢如果污糟嘅地方先至搽梘液啦，唔污糟嘅地方盡量唔好再搽梘液啦，因為梘液咧通常會令到角質層嘅脂膜咧受到破壞嘅。咁其實小朋友啊或者 BB 啊，甚至乎老人家啦，其實針對佢濕疹去處理咧，其實係咪都有唔同嘅咧？會㗎，小朋友同埋大人咧唔同在於咧，小朋友咧其實少啲咧情緒上面嘅因素嘅，因為咧小朋友咧通常你如果係10歲以前咧，你用啲內服嘅中藥啊，再加啲外洗咧，佢會好得快嘅。但係大人啊年紀大嗰啲咧，會牽涉一啲情緒嘅因素。我哋喺臨床上面咧10個皮膚嘅病人咧，有8個以上咧都係同情緒誘發有關嘅。咁所以咧呢度要牽涉咧情緒嘅疏導啊，同埋一啲對症下藥嘅中藥。咁有時會配合翻針灸嘅。係啊，因為好多時咧聽到就話中醫，尤其是中醫講咧，就話情緒咧都好影響其他病噶嘛。但係點解都會影響到皮膚咧？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咧就點解可以點樣去解釋咧？原來其實都有個隱憂喺度嘅嚇。咁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如果嚴重起上嚟咧，就要可能有外敷嘅情況啦。咁個外敷係即係就咁係要用一啲嘅中藥材啦，煲滾咗佢，跟住用個濕毛巾去敷，係定係點樣做㗎？通常其實咧，如果係外洗中藥嘅話咧，我哋一般咧，首先我哋會即係好似台面上面啦，我哋會用到防風啦同埋苦參呢2個藥材嘅。咁防風同埋苦參咧，佢可以令到咧我哋有止痕嘅作用啦，同時咧亦都可以提高皮膚嗰個免疫功能嘅。咁方法好簡單啦，首先洗一洗嗰啲防風同埋苦參啦，然後浸15分鐘，咁煲滾去放涼去，咁當你沖完涼嘅時候咧，用個濕毛巾抹一抹外洗一下咧，咁你嗰個皮膚咧就自然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止痕嘅作用㗎啦。係。咁平時咧，我哋即係飲食嗰方面啊，有啲乜嘢食物咧，對我哋即係食咗咧，即係對我哋皮膚會有啲幫助㗎？會㗎，我哋有研究顯示咧，如果食多啲維他命 C 豐富嗰啲嘢咧，會好有幫助。例如奇異果啊、檸檬啊、蘋果等等呢一啲即係常綠嘅即係蔬菜或者水果都會幫助到。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脾胃咧，其實最緊要嘅，頭先講過。咁9點前咧一定要食早餐。早餐咧最緊要食有米氣嘅早餐，例如小米啊、米粉呢啲咧，其實可以令到嘅脾胃功能正常翻咧，濕疹都會快好多㗎。咁我知你今日仲帶咗幾款湯水介紹俾我哋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係啊，個湯水裡面咧就係第一款湯水咧就係玉竹啦，咁另外咧就有綠豆、馬蹄、甘筍同埋粟米。咁玉竹咧佢本身咧有滋陰潤燥嘅作用啦，咁而綠豆咧佢本身有清熱解毒嘅作用，馬蹄咧佢可以清心火啦，可以有寧神嘅作用，因為好多時候濕疹嘅人咧都瞓得比較差一啲嘅。咁加埋甘筍咧，其實佢本身咧就有健脾和胃嘅功效啦，再加埋粟米咧，其實佢有清熱利水利濕嘅功效同埋作用嘅。咁喺濕疹初期嘅時候咧，我哋通常濕熱比較厲害一啲咧，咁呢個湯水咧其實可以有個緩衝嘅作用嘅。係啦。咁第二個湯水咧就係濕疹後期嘅時候咧，通常我哋嘅皮膚咧會有增厚性或者係乾燥或者係即係色素沉着等等呢啲問題嘅。咁我哋可以用到咧黨參啦、麥冬啦、天冬啦、淮山等等呢啲藥材咧嚟到補中益氣同埋潤燥嘅。黨參咧本身可以補中益氣啦，而加入咧百合、麥冬同埋天冬咧，佢可以滋陰潤燥，令到咧嗰個皮膚嘅乾燥性嘅問題可以改善啦。淮山咧佢本身可以平補肺脾腎三臟，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幫助到咧嗰個即係人咧喺根本性咁樣改善個體質嘅。咁再嚟咧就係如果大便差嗰啲人咧，好多時候都會令到濕疹加重嘅。咁所以咧台面上面咧就會有呢個湯啦，有白菜乾啦，
有蘿蔔啦、南北杏啦，咁同埋有少少牛蒡嘅。牛蒡咧同埋南北杏咧，佢本身咧有清熱潤腸通便嘅作用啦。咁白蘿蔔咧可以有消滯嘅作用嘅。喺冬天嘅時候咧，我哋有講冬食蘿蔔夏食薑啊，就係即係可以清咗啲積滯。咁另外一方面咧，白菜乾咧亦都可以加強咧嗰個通便嘅作用嘅。咁對於一啲濕疹即係大便又唔通暢嗰啲人咧特別啱。咁喺湯水上邊咧，其實你可以選擇素湯嘅形式飲用啦，或者加入一啲豬展，咁令到咧嗰個植物性嘅油溶性有效成分可以釋出啦。係咁啊！好多時煲湯咧，我哋都會用豬展啊，有時係用雞啊。不過喺呢個即係冬天嘅時間咧，如果用雞咧，又驚好似可能比較溫性重啲啦，咁所以都係用豬展會比較好啲。係啊，豬展會好啲。好，唔該晒你啊，楊朱醫師。